呢種小清新嘅日系風格咧，應該係比較受女性青睞㗎。嚟餐5個人，合共消費360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句講句嘅斜槓壯年 Theo。今日係跟住 Theo 去摸魚嘅第5期啊，嚟到呢間喺呢度附近反覆橫跳嘅 Retro Deli。摸魚咧喺我理解之中，就係喺工作之餘，盡力擠少少時間出嚟俾自己放鬆一下。點解揀呢間店？因為今日咁啱安排咗需要嚟呢度附近派卡片啦，亦即係上門推銷一下小弟目前又喺度做緊嘅 B 端食材配送服務 Safe。不論係餐廳、茶飲店、咖啡店、烘焙店，都可以喺呢度揾到你想要嘅食材㗎。更加重要嘅係我哋嘅響應速度，一個字快啊！點解講佢反覆橫跳？因為大概喺9年前，我仲喺附近做嘢嗰陣，就已經有幫襯過噶啦。嗰陣時嘅佢咧，會更加靠近路邊少少，不過咧門店面積咧就細好多啦。佢應該算係喺廣州做茶泡飯專門店嘅先行者。放喺9年前，呢個咧係相當超前嘅理解啦。3點3下午茶食飯咧係好合理噶，唔接受反駁。煙三文魚茶泡飯、海螺肉茶泡飯、梅子茶泡飯，雖然配料唔同，但其實內核咧都仲係靠呢一啖堅魚乾出汁。堅魚乾咧係由堅魚分製而成嘅。堅魚其實咧只係別稱嚟嘅啫，佢有住一個唔太似學名嘅學名啊，叫炸彈魚，屬於鱸形總目金槍魚亞目金槍魚科駝肩亞科肩屬嘅。4捨5入咧，同金槍魚都算半個親戚啦。去頭、去內臟、拆骨、去鰭、燙煮、剔除殘刺、塗抹魚泥、填補罅隙。燒嘅木材唔同咧，都會令佢附着住唔同嘅煙燻風味㗎。喺經歷1個月嘅反覆分製焙乾過後，自由水充分釋出，堅魚嘅風味咧得到高度嘅濃縮，由原有彈性嘅堅魚變成硬如木化嘅堅魚乾啦，亦都因此被稱為柴魚或者木魚。風味高度濃縮嘅堅魚乾咧係日料之中嘅常駐選手啦。佢嘅身影隨處可見㗎，出汁算係日料當中嘅高湯啦，都算係堅魚乾最有代表性嘅作品。將昆布同堅魚乾放喺水入邊泡煮出味，最後過濾得到嘅澄清清澈液體咧就係最基礎嘅出汁啦。視乎濃度嘅唔同，出汁咧可以用作湯品或者燉煮類嘅菜肴，亦都可以作為調味醬汁嘅一部分嘅，增加食物嘅風味。呢度嘅出汁鹹度咧唔會特別高㗎，就算直接飲都係 OK 㗎。除咗茶泡飯，呢度咧仲有另外一道成名作嘅牛油拌飯。主角咧依舊都係堅魚乾，不過咧今次佢換咗一種形態，亦即係我哋更為熟知嘅木魚花。堅硬嘅堅魚乾必須咧要用木工同款嘅頭，先可以將佢切成細片嘅。輕薄嘅木魚花遇到上升氣流，仲會不規則咁舞動添。我哋仲食完特別想飲翻杯嘅烤河豚乾，同埋薩拉米火腿橄欖嘅。本來以為係甜嘅，細估唔到係鹹嘅，重芝士馬鈴薯蓉。呢餐5個人，合共消費360。有句講句，呢種小清新嘅日系風格咧，應該係比較受女性青睞㗎。屹立不倒咁多年都仲係有原因㗎。要我講嘅話，我覺得咧甜品嘅選項有啲少啊，再加翻啲蛋糕啊或者糖水類咧會更加好㗎。唔好俾食客淨係將呢度定性為食個飯嘅鋼水餐廳。隨後意猶未盡嘅我哋咧，仲去食咗栗子撻添。晚飯咧又去幫襯咗一下呢間最近我相當中意嘅雞店啊！一齊摸魚嘅粉絲咧都有一啲自己嘅觀點嘅。一間好嘅摸魚店嘅標準咧，最緊要就係夠就腳啦，可以好快咁樣落去摸魚啊嘛。第二個咧就係簡簡單單好味啊，咁就得噶啦。兩個全新欄目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，以及由我請客嘅跟住 Theo 去摸魚，即日起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，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